Hello，大家好，又到咗新手學呢個頻道嘅時間啦。今日咧會帶大家嚟到深圳呢度咧就搞個居住證，程序嚟講咧十分之簡單嘅，唔需要揾任何嘅中介去幫手噶，慳翻揾中介嘅價錢。大家請支持五部曲，訂閱、撳 like、睇廣告 ，Facebook、Instagram、Twitter、Share， 仲記得留翻個靚言啊！首先咧，我哋先做一個嘅回執先嘅。究竟咩叫做回執呢？回執咧就好似大家做回鄉證一樣，咁首先咧要影相，跟住就要俾佢審批嘅。批咗之後咧，跟住會出份文件俾翻大家。咁呢份文件下面有個巴曲嘅，咁呢一份咧就叫做回執啦。大家喺現場咧都可以用呢個嘅自助影相機去做嘅，咁有25蚊一次，做完之後咧就自己 upload 上去俾佢審批就得噶啦。咁我就選擇咗去影樓嗰度做啦。喺嗰度嘅職員咧都同我哋講咧，現場嗰部影相機影相唔得噶，最好咧喺出面影相做回執會比較靚啲咯。今日咧，我就會去咗東門呢一間嘅學長的小象館度影相。咁大家記得去大眾點評嗰度買啊，會平啲噶。平時鋪頭收你98啦，大眾點評只係收你86.9咋。呢一間學長的小象館啦，有衫俾大家換，亦都喺影相之前咧會同大家化個靚妝嘅。咁同埋張相最緊要係包得噶。影完相之後啦，影樓咧就會上傳我哋嘅相片去審批嘅。審批完咗之後咧，就會發翻一個嘅紙本同埋電子版嘅回執文件俾我哋去做證件啦。做好咗回執之後咧，就可以掃右手邊呢個粵居碼嘅 QR code， 掃完之後咧就可以進入個小程序嗰度啦，進行預約嘅。完成預約之後咧，就會出到呢個嘅版面嘅。咁啊呢度咧有一個預約碼啦，我哋又預約咗喺羅湖區黃貝街道便民服務中心呢度咧就辦理手續嘅。你哋可以選擇打車坐的士都得嘅，咁我今日咧就選擇喺蓮塘口岸行過去，大約10分鐘左右啦。首先咧離開口岸之後咧，我哋可以落去地鐵站，喺地鐵站 C 出口離開。嚟到 C 出口啦，你會見到呢個指示牌嘅，咁佢會寫住咧羅湖體育館啦同羅湖政務中心嘅。跟住咧，我哋又可以沿住 C 出口咧搭 lift 上一層咧，咁就嚟到呢個位置啦。呢個位置咧就可以咧沿住呢一邊嘅行人路啦，一路直去行10分鐘左右啦，就會嚟到呢一個嘅黃貝街道便民服務中心噶啦。辦證嘅位置咧就係呢一座嘅大廈嘅地下，我哋一入門口咧就會見到噶啦，呢度就辦證嘅地方啦。入到門口咧，詢問處隔籬咧就有部機嘅，呢部機咧就可以俾大家攞籌排隊等做證嘅。大家要留意一下呢度嘅開放時間，呢度咧星期1至5咧開朝9晚6嘅，中間12至2咧就食飯時間，星期6咧就係開上晝9至12嘅啫，星期日同公眾假期都係休息嘅。自助影相機咧就喺側邊呢一個嘅位置啦，呢度就重要啦。咁究竟要帶啲咩文件去做呢個嘅居住證呢？第一樣嘢就要帶個回鄉證啦，第二個咁就要帶你個回執嘅文件，第三個咧就要帶你居住嘅證明。咁例如一啲嘅房產證啊，或者係一啲嘅租約啊，咁啊租約嚟講咧要夠6個月嘅。檢查晒啲文件咧冇問題嘅時間咧，跟住就俾呢張紙仔嚟噶啦。大約2至3個星期咧就可以翻嚟咧就攞翻張居住證。3星期後啦，又翻嚟呢個黃貝街道便民服務中心度咧，就可以攞翻呢一張嘅居民證啦。攞咗居民證之後啦，就可以過翻對面啦，即係喺呢個嘅黃貝街道便民服務中心嘅對面啦，就會有呢一個嘅運動場嘅，運動場嘅入面就會有呢個嘅深圳市羅湖區政務服務中心啦。呢一間嘅政務服務中心啦，就可以辦理回鄉證嘅續期啊，同埋辦理一啲嘅醫保社保嘅服務噶。如果大家需要做到呢啲嘅服務嘅話，咁就可以咧 download 呢個 i 深圳嘅 apps 啦，做預約就會比較方便啦。預約咗之後呢，咁下次就可以嚟翻詢問處側邊呢，就有一啲嘅取號機嘅，咁你就可以喺呢個取號機嗰度呢，就撳呢個嘅預約取號，跟住呢，就可以呢入翻呢個回鄉證資料或者你嘅居住證資料啦，就可以呢攞到個籌噶啦。攞到個籌之後呢，就可以喺大堂嗰度呢，就耐心等候，就辦理呢啲嘅手續啦。
要帶嘅證件就唔多嘅，咁就有一張可以扣到數嘅銀行卡啦、居住證啦，同埋回鄉證呢啲文件嘅。哇，咁快就搞掂咗個醫保啦！咁大家如果有需要嘅話呢，亦都係跟我呢個嘅流程啦，去申請個居住證同埋個醫保嘅。大家如果中意呢條片嘅，咁請訂閱我嘅頻道，俾個 like 我，同埋介紹俾朋友啊！你嘅支持就係我拍片嘅原動力，多謝晒。